刚刚接个粉丝的电话，哎呀，钓鱼把手机打窝了，现在出发。15分钟到现场，来到这个下村铁路钓场。钓小种的为啥这个？不行，我的买背手机，今天都是一般平的玩意打是一万多。接着够。穿好装备下水。现在这个天气要穿干式潜水服下水了。看我表演，5秒钟搞定。干完活就要吃一碗粉。